大家好，今日嚟到 Kingston 啦。Kingston 位於倫敦嘅西南面啦，泰晤士河以南。呢個係其中一個叫做皇家自治區嘅地區啦。咁如果 Kingston 會係喺倫敦嚟講係比較安全、探網好、多綠化地帶嘅地區嚟。Kingston 已經有1000年嘅歷史㗎啦。咁好多國王好多年前已經喺呢度加冕啦。咁呢個地區叫做發展得比較成熟嘅。嗱，我身後就係嗰個項目啦。咁有一個歷史建築改建而成嘅。咁我依家企緊嘅位置咧就係 Kingston University。整個項目咧係有 studio 1房2房去到3房嘅。嗱，而家我哋入咗嚟呢個歷史建築入面啦。呢個地方以前係咧 Surrey Council Hall，Council 主要辦公嘅地方啦。咁而家去呢度仲未裝修到嘅，咁已經可以睇到入面嗰個空間啊，咁入面嗰個以前嗰個設計啦。咁依家日後佢會將佢翻新之後就會另一個面貌嘅。咁喺呢個項目入面咧，佢價錢咧由 studio 大約48萬起啦，1房55萬，2房79萬，同埋3房140萬起嘅。有唔同嘅類型嘅單位嘅面積啦，同埋有唔同嘅價錢，有分佈喺唔同嘅區嘅。如果呢個項目呢個價錢開盤，其實呢個非常之平嘅，其實因為呢個地理位置非常之好啦，同埋佢個周邊嘅配套亦都係好足夠嘅。咁生活啦，嚟呢度翻學啦，你細路仔喺度讀書啦，或者係成個 family 搬嚟英國呢個 Kingston 呢個區亦都好安全啦。咁飲食嘅方面、買嘢方面啦，我覺得呢個盤係會值得大家去考慮一下咯。咁由呢個項目行翻去市中心呢，大約係10分鐘到啦。咁個市中心有啲咩呢？有2個大型商場啦，仲有其他唔同類型嘅食肆啦、餐飲啦、戲院啦，仲有火車站啦，都喺晒嗰度噶啦。我哋從個項目行到過嚟泰晤士河呢邊市中心呢，大約10零分鐘啦。背後呢度呢，有個叫嘅 John Lewis 同埋 Rachel 呢個商場呢，連住另一個 Bentor 商場，呢2個大型嘅商購物中心。如果需要更多資料，歡迎聯絡我哋。